歡迎參加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樂齡之 NET 新世代 Smart Play 康體通課程。今個單元係康體通基本操作指導。今個單元會有以下內容：第一，主要功能嘅示範，包括設施搜尋同預訂、活動搜尋、報名等。第二，其他功能嘅示範，包括注視列表、預訂捷徑等。喺示範之前，我哋先介紹一下點樣以智方便登入系統。若果已經登記智方便，用戶可以直接喺登入頁面點選智方便，然後系統會直接打開智方便嘅應用程式，最後喺彈出嘅頁面點選繼續即可。示範一：設施搜尋和預訂。首先喺系統首頁點選設施，隨即會轉至設施頁面，分別顯示搜尋欄、注視列表同埋預訂捷徑。點擊搜尋欄嘅圖標之後，即可進行運動同埋場館嘅搜尋。點擊搜尋運動、場館、隔離嘅圖標，就可以瀏覽唔同嘅運動。系統會分收費同埋唔收費兩種。只要拉動一下畫面，就可以顯示更多設施，總數目更加超過30個。揀選好一個運動，就會返去搜尋頁面。而今次嘅示範選取咗羽毛球，接落嚟再點選地區或分區，頁面會隨即顯示18區嘅選項。值得注意，系統只係容許同時選擇5個地區，然後點擊更新即可，同時會返去搜尋頁面。再者，可以點選日期欄，選擇期望預訂嘅日期，再按搜尋即可。提提大家，可預約日期係由當日起計嘅未來7日。左圖顯示咗相關嘅搜尋結果，更加提供早上、下午同埋晚間選項，能夠方便揾到心儀嘅場地。請留意，唔可以預訂嘅會係灰色，可供預訂嘅場地會係綠色。所以圖中長洲體育館上晝11點嘅場地係可供預訂嘅。點選咗呢個時間嘅場地之後，會轉至過渡頁面，檢查之後可以點擊繼續。頁面會進入檢視並付款，但事前會詢問係咪需要預訂其他設施，若果無嘅話，按否即可。然後頁面會顯示所有預訂詳情，包括運動、地點、時間、收費等。值得注意，部分運動喺特定條件下可以申請優惠收費，用戶可以點擊申請優惠收費以了解更多。然後頁面會展示申請優惠嘅聲明同埋優惠適用嘅條件。輕輕拉動頁面至下方，按情況回應系統係咪申請優惠。核實所有詳情之後，可以點擊確認。系統會展示一份聲明，仔細閱讀之後，勾選相關空格，並且按確認並同意，隨即就可以俾錢。俾錢嘅方法非常多，例如 FPS、Apple Pay 以至 WeChat Pay 等都支援。示範2：活動搜尋同報名。首先喺系統頁面點選活動。系統會展示新頁面，頂部係搜尋活動地點嘅欄位，然後係我的興趣同埋活動列表。用戶可以直接點選搜尋活動地點隔離嘅圖標，就會出現搜尋嘅頁面。用戶可以進一步點選頂部嘅圖標，隨後系統會展示一系列運動列表。以點擊健身與體操為例，頁面隨即會展示呢個類別下嘅唔同活動，用戶可以選擇多個唔同嘅活動，揀選好活動之後可以點擊選擇，然後頁面會返到運動列表，若果冇其他運動加入揀選，即可點選更新。系統會轉至搜尋頁面，用戶需要進一步揀選地區及時間。
有別於設施搜尋，用戶可以選擇多個地區，甚至所有地區。同樣，用戶可以選擇多個月份。揀選好月份之後，可以點擊更新，返到搜尋頁面，再點擊搜尋即可。然後系統會展示全部搜尋結果。活動分為3類，分別為先到先得、抽籤同埋即場報名。用戶可以根據灰色欄位作快捷選取。接落嚟會簡介點樣善用篩選功能。喺結果頁面點擊篩選，系統會展示唔同嘅篩選條件，例如年齡、對象、報名日期等。示範揀選咗報名狀態入面嘅正在報名但尚未滿額，同埋只顯示免費課程作篩選條件。接落嚟會示範正式報名同埋活動確認。經篩選後，結果有12個合適嘅活動，然後點擊現在報名，頁面展示活動詳情，然後點擊下一頁。頁面顯示聲明，勾選後再點擊下一頁，核實詳情之後可以點擊確認，最後活動嘅申請成功提交。接落嚟會介紹查詢活動申請記錄。完成報名後，可以喺系統首頁點選我的記錄，滑動頁面後點擊我的申請，喺新頁面點擊活動申請，即可查詢活動申請記錄。接落嚟會介紹唔同嘅特色功能，例如朋友列表、我的興趣、預訂捷徑、注釋列表等。首先喺程式首頁點選右上角嘅圖標，再點選我的個人檔案，再喺接落嚟嘅頁面嘅頂部欄位點擊朋友列表，然後可以點擊加入以添加好友。添加好友需要對方嘅用戶編號，可以喺我的個人檔案查閱。點擊放大鏡嘅圖示，系統會核實編號，並且展示對方嘅中英文姓氏。若果資料正確，點擊提交即可。對方會隨即收到交友邀請。若果要接受邀請，對方需要到我的個人檔案嘅朋友列表查詢邀請。更新朋友列表隔離有一個特別嘅圖標，附帶紅色嘅一字，可以直接點擊呢個圖示。系統會列出朋友嘅邀請，用戶可以點選、封鎖、拒絕或者接受。點選接受之後就會成為朋友，日後可以一齊報名參加活動。特色功能2：我的興趣。首先喺程式首頁嘅我的興趣點擊加入，即可進行設定。用戶可以選擇活動種類同埋階段，示範就揀選左8段咁做例子。點擊儲存之後就會返去首頁，並且新增左8段咁自我的興趣。只要點擊8段咁，程式隨即展示咗合適活動，幫到用戶更快報名活動。特色功能3：預訂捷徑。首先喺程式首頁嘅預訂捷徑點擊加入，即可建立預訂設定檔。喺新頁面再點擊加入之後，即可進行設定。首先可以任意輸入注釋列表檔案下嘅名稱，並且設定設施嘅種類、地區、日期、段節等。滑動屏幕之後，可以設定第一選擇，包括地點、時間，更可以再加入第二選擇，甚至可以設定預訂同一場地的連續段節嘅安排。然後點擊提交，即可儲存預訂檔案。點擊左上角嘅圖標，返去程式首頁，點擊預訂捷徑，即可按預先嘅設定直接搜尋心儀嘅設施。特色功能4：注釋列表。
能夠等用戶掌握重新開放與租訂嘅設施，進行快捷預訂。呢段影片係由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同埋製作。